红11、12的小黄公车在去年5月开通之后呢，我们陆陆续续也看到，在这个原来因为我们小黄公车是站牌1公里内才可以预约那可是在182沿线呢有很多山区的小路进来之后呢是超过1公里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利用了预约式的站牌，能够把这个服务的这个面更扩大。我们在这里插上站牌之后呢，可以让我们小黄公车的服务从原来的线扩充到面。那我们今天来启用这5支的预约式站牌呢，这个都是在182沿线来扩充服务。那如何来使用这些服务呢？就是跟小黄公车的服务是一样的，就是在前一天你打电话预约然后就可以在整天的这个预约里面就可以来使用。我认为我来这里的话，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让老人家感到真的他们有亲朋好友，可以要去逛街或者去找朋友的话他们多了一双的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108年起实施小黄公车服务，至今已有11条路线。为了进一步深入偏乡服务居民，让没有路线经过的村落也能叫车，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首创推出小黄公车预约站牌，在龙崎区5个里首先启用。预约站牌没有实际的路线经过，也没有固定班次，只要预约叫车，就能依需求派车前往站牌接送。收费比照公车，只要付公车票价，就可以享受计程车的服务，让偏乡公共运输资源能做最有效的利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预约站牌，但是对于我们山区的民众确实很重要，因为山区地广人稀，要叫小黄公车到底要在哪里而且能不能预约，怎么样做其实都很不方便小黄公车已经比一般公车方便了，但是如果能够由点扩充到线，由线延伸到面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预约站牌就会离你家比较近，那你在家里打电话预约，那到那个站牌等小黄公车对小黄公车也方便，不用到你家来，对你也方便直接在站牌上直接就跟预约小黄公车。我觉得其实能够让偏远的民众也让较方便坐公车较顺速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也希望说借着小黄公车的路线的越来越宽，越来越开辟，那预约站牌越设越多，我们希望说能够提供偏远民众更行得更便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收看11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全会伫顶个月闭幕，但市虽然摕下89面奖牌，不过数量也是落到尾啊。所以议员无分哪力，要求市府想办法提升选区的实力。你因应2023年台南将主办全会，所以嘛要求赶紧将体育处升级作为体育局。对此，市长伫总日巡嘛签署人来成立同意书，答应体育局将伫明年底进行成立。曾经提过全会各阵金牌议员李宗诚，虽然离开各种运动10档，不过今年临时征调代表台南参加女子团体赛嘛摕下铜牌。议员表示，为了拼2023年全运会，上午总日巡嘛以伊的经历，包括各单项运动有机会提牌分析，各类选手的奖金以及每个月培训奖助金来提高予以检讨。要求市府想办法提升金牌数甲团体赛成绩。阮登记4个人的，嘛是30万分4个人分，阮各阵4个人的嘛是30万分4个人分嘛吼。所以讲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提升团体赛这个成绩？因为其实训练也是相同嘛。只是讲伊是4个人落去比赛，但是伊的奖金就被削掉了。
那我有听到这些选手讲，如果我们台南市这边这一次的成绩愿意提升，团体赛的成绩愿意提升，有很多金牌的选手他想要继续练习，伊要继续拼后一届的金牌。所以讲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市长甲局长这边加针对团体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限制，比如10人以上或是几人以下，我们再去分这个标准嘛？我想我们这个奖金提升呢，金牌当然从25，真的是跳到30，到30，对。那团体的部分从8万调到13万，所以其实是整体都有给他们加嘛。那当然好还要更好了，可是我们台南很现实，就是我们人口的确是比别人少，所以我们跟自己比，至少自己我们都持续在进步，所以我们的奖牌数。我去咱台南市的成绩嘛是做好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将士优运，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提升啊。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未来可以再继续帮他们争取？对，我们会持续的。市长上讲说，大家都叫你辛苦啊，市长。是啦，感谢啦。好，市长。我们会持续努力。议员李宗诚进一步具体建议，培训选手应该有规划，不管是社会体育、甲学校的体育，应该密切结合。而且县市合并较大，真侪体育会拢无合并，要求唔通互资源分散，集中力量来拼2023年全运会。即摆担任议会党团书记长伊嘛甲共党议员齐声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成立体育局，对此市长嘛当场签下承诺。任内啦，连任了啦，免紧张啦，请啦，任内。任内啊，恁紧张啦？有，啊无调都无法度啊，有调无调换我做啊。给咱去啊嘞，给咱去。提起站，提起站。会后市长嘛发表声明，体育局的设立是议会、市府甲民众共同的展望，所以市府会伫行政程序努力达成，预计明年底进前成立。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面对疫情压力，卫生甲消防两局承担真大压力，嘛拢真辛苦。不过因为防疫旅馆传出紧急的救护，结果家属叫救护车却拖到51分钟才送到病院。对此嘛，防疫员蔡淑慧伫总执询提出检讨，毕竟人命关天，无希望有危害。议员蔡淑慧表示，11月8号防疫期间，传出安平区的防疫旅馆有一位61岁大叔身体出状况，紧急叫救护车。不过对119报案，受理派车到病院，竟然要开51分钟。议员表示，第一时间就因为可能防疫专载车伫桂林，所以爱伫桂林派车，后来才改成永华。议员强烈要求检讨区域性，因为紧急救护1分1秒拢袂当拖，何况嘛唔知影患者的状况，无永远有任何的时间差。我不知道我们的119通报接到了那个卫生局的通报，9点28分，为什么自爱安平区健康市街我们会派到归仁分队？归仁分队到安平那个健康市街要几分钟啊？我跟议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案件我们是有专责的专载队，对确定的。所以专载队是在归仁。现在只有一个归仁，因为但是我们有7台专载车啊，是不是？但是那个现在都回归到一般的救护，所以我们第一时间119的 SOP 是这样做是没有错。这个我有检讨的空间呐。局长，你知道吗？我在他们9点28分。打了我们那个卫生局通报，你们通报归仁，在9点39分又通报永华，这是因为我在9点37分打电话给119，我打电话给119，我打给你的时候已经9点47分了，我打37分打电话给119，我说健康市街防疫旅馆需要一台救护车，他们才改派永华哎。如果说今天可以直接派永华，为什么要派到归仁？你们要知道区域性中央疾病管制局在台北吗？台北的地很小，人很多，医疗资源很多，当然他们这样派车可以。我们在安平区的患者，你居然给我派到归仁去，请归仁的就那个专载队来。我就局长，
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会中议员嘛进一步要求，防疫旅馆当中为因应可能的紧急救护需求，所以一定要标明防疫专线288-0180，也无民众若唔知影，一定是卡119。台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疫情控制国内外旅游规定嘛渐渐放宽。今年大台南国际旅展12号伫南胖世贸展览中心盛大登场，会中来邀请各大饭店嘛已经有日本、韩国加美国等国外单位来参展，欢迎市民8到15号进前前往裘班仪。2020年大台南国际旅展伫咧10月12号伫南胖的世贸展览中心来热烈开展。现场有精彩的歌队甲人狮表演来为展览游开序幕。最近疫情慢慢咧回稳，呼吁市民会当透过旅展来规划旅游的景点，除了会当捡到便宜以外，同时透过消费嘛会当振兴咱的经济。嘛，大家报告就是讲，台南市政府的因为的市长的努力之下，我们在观光旅游局的推展，不只是在我们台南市安心旅游，我们也推展了30家的这个饭店。达到了我们国际观光安全的标准，有一个认章。那这边呢，咱过来就大家报告就是讲，除了讲咱观光旅游的景点的这个推动以外，咱伫饭店的所在吼，已经民宿有开放认证的这些民宿达到700家。在防疫的过程里面，700家已经超过了6都，超过了全国的成长率。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旅宿业、观光同业工会所有的这个业者，也是咱的理事长、咱的会长共同的支持之下，咱今仔日台南市有法度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还可以有这么好的成长率。今仔日这个旅展，咱的观光工厂也好，咱的观光旅馆。航空公司，伴手礼，大家使尽全力，浑身解数拢啊吹落去。听讲今仔日，咱的香格里拉拍甲骨折，拍甲4折，等下大家来啊交关一下，啊倒附近，咱大圆皇冠，大家真正，就来抢业绩，这个旅展，带来人潮。活动的现场会当看到有真侪单位提供予消费者来询问，其中台南市会今年嘛以市会外馆甲艺术厅参与一摆展览。议长表示，透过不断美化议会外馆，提供予旅客观赏，会当提供予旅行社伫咧安排行程的时阵，加一个隐瞒休闲的行程。你在我们台南市议会也有来参加，那台南市议会说，台南市议会来参加这台南市议会嘛要来行销。行销什么？行销台南市议会未来伫11月30以后，将创下全国唯一一个量化工程，包括灯光、水舞、颜色、音响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其中这两个台南市呢，观光旅游呢，暗时啊，除了去踅啊市啊以外，就去踅旅游。那么台南市议会佮另外提供这个场所，互咱到全国的比方说时代来到台南市了会行行。是全国唯一，包括市政府议会量化的一个建筑物，是所有内底全国立体水舞喷射最高的一个景点，40米，立体水舞喷射到40米，所以每一天内底都有分了真侪场表演的机会。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10月12号到10月15号4天的时间，来到南巷的世贸展览中心，做伙来参加抽奖的活动，并只要有消费满5000，就会当抽住宿券哦。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大研究所成立30周年，举办8场研讨会，会中邀请3官下重量级的代表来座谈。其中中嘉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嘛以产业的代表受邀请来参加。会中亦分享伫汇流平台多元内容，用实际经营经验，对台湾电视产业的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台大新闻所成立30周年，见证了台湾民主化过程以及媒体数位化的转变。新闻所以重建新闻、巩固民主为主题，举办8场研讨会，邀请产官学界重量级的代表语坛。首场座谈便以汇流平台下的内容多元与产业政策为题，从实务面向探讨台湾影视平台面临的挑战，寻求未来的方向。新闻业或者是说台湾的传播产业面临了一个生存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型的机会。说真的，我们只有请我们现在的新闻业者、这些传播业者、这些专家提供他们第一手现场的观察，还有他们在营运上所思考的事情，可以跟我们的社会共济各界共同来分享跟讨论。我们未来训练的学生，他要到产业界去，所以产业界如果不好，其实我们再怎么样训练学生都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产业一定要好，这样台湾整个社会才会好。中嘉集团除了赞助举办研讨会之外，董事长郭冠群也受邀出席语坛。除了以国际化的观点来看台湾媒体产业发展，也从有线电视在地经营的角度，分享中嘉集团如何提供多元内容，扎根台湾这片土地。我觉得产业竞争力或内容的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权益跟提供最好的产品为出发点。那我们这个绝对在这个基本的建设broadband、CATV 我们都会加强我们会多投资地方的内容、自制新闻啦。所以说我们在地区的服务是不可能被什么 OTT 不可能被什么来取代的。那更进一步的就是把 CATV 的内容加强，让消费者想到更好的产品。Hello， 我们是视媒体。中嘉集团除了与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传播系所合作，每年更投入数千万元回馈公益，以行动力挺媒体素养推广教育，更投入资源打造媒体素养知识网络平台视媒体，整合各方资源，让媒体知识融入民众生活，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受疫情影响，国际学生方程式赛车比赛已经连续2档取消。台湾各大专院校今年多数嘛拢无做新车，只有成大依然坚持打造出全新的电动赛车，希望明年会当顺利出国比赛。所以伫疫情控制以后，队伍嘛拢开始试车，相当有成就感。这台全新的电动赛车已经是第3代，成本大约200多万，由成大20多名学生对无到有开一档打造完成。最近由女队长带领试车，对零加速到100公里，时速只要3秒。因为是同学们大家自己做的赛车，所以就会觉得很新鲜，然后就会觉得第一个感受是觉得哇，大家好厉害，然后就觉得蛮酷的，因为就是第一次开这种赛车这样。赛车团队表示，为了出国摕下好成绩，因坚持每一档拢爱做出比前一档更较好的车。特别疫情期间，找材料更加困难，完成以后有满的成就感，毛校长更加公认。我们这次使用的双马达驱动，就是它是2个马达分别控制2个后轮，那可以在可能弯中或者是加速，就是在我们想要的状况下，可以让车子跑得更快这样。你在赛道上可能就快个1-2秒，但是其实还是蛮多的这样。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梦想现在一点一滴都落实在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新车里面。对的，这一组同学里面更是身体力行的呈现了所有的价值。成大团队表示，未来将追求更较好的数据，等待国际疫情控制，得当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为国家争取公赢。但新闻顾问及采访报道。李国鼎科技甲人文讲座的颁奖典礼11号伫成大举行，主要是要表扬伫科技、人文甲创新研究等领域有优秀表现的学者。伫今年成大总共有8位教职人员得奖，真无简单。
李国鼎科技甲人文讲座是由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同时也是新代杰出校友郑崇华营务董事长所关设。讲座奖项目的是要表扬伫科技、人文进步、创新、研究发明等领域表现优异的学者。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郑学长无私崇高的胸怀与付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成功大学先期校友的成就、视野和荣耀。今天获奖的老师们也希望能够如同郑学长与李国鼎先生一般，持续将科技与人文精神应用于我们所能够贡献的专业领域，并且一定要透过跨域整合、持续创新的精神来体现这个讲座的最深刻意义。向今天获奖的老师们致上最大的贺意同时希望学校里的老师都能够在研发和教学上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坐育英才，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培养那么能够做出更多与更大的贡献。他一直对我讲，他说他这辈子的基业都是成大还有当初老师的栽培给他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得奖的8位学者包含地球科学学系特聘教授林建宏、生物医学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郑友仁、材料科学甲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刘全普、药理学科甲研究所讲座教授许桂生、电机工程学系副教授高国兴、水利甲海洋工程学系副教授赖月仁、材料科学甲工程学系教授林世刚、电机工程学系特聘教授林志龙等学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长期关心单亲家庭甲弱势儿童的阿诺妇幼关怀协会，为了减轻弱势家庭的负担，让家长会当安心工作，同时透过爱心的陪伴，传领囡仔走向正道。所以协会一礼拜拢有5天课后的辅导。现在为了让囡仔更有学习的动力，协会佮特别发行阿诺比，到底这是如何鼓励学生做回来了解？亲像是来到拍卖会现场同款，学生发到9100的介绍，顺利得标后，开始算钱要来付校。不过这个钱哪会看起来无啥同款？原来这是阿诺妇幼关怀协会为鼓励学生伫厝内帮忙做家事，伫学校好好学习所发行的货币。学生只要是完成指定的事项，就会当领到600到800阿诺币，而且这个钱真正会当用来采买文具、糖啊、饮料、佚佗物啊等等。可以提升自己写作业的效率，然后也可以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蛮不错的。家里没有这个，妈妈也不会给我买，所以这里可以换到，我就很开心。阿诺货币这个想法跟理念，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小朋友营造一个没有压力，然后自发自主的学习状况。因为我们原本在这小朋友其实写功课，我们都是比较勉强性、强迫、强压，就说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可是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想要玩乐，他们会想不是那么注重功课。那我们就想说，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激励小朋友，让他们自己愿意自发性的去学习。不只是奖励性质。协会也希望透过阿诺比的使用，让囡仔自细汉培养因的理财观念，学到理财的观念，就那些基本观念，就是会慢慢的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跟不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再自行去规划，就不会发生那个钱花很快。就是让他们学习去理财。我们这是一个阿诺的小型社会，他们就会想说，我想要玩那个游戏，那我要怎么去存钱？那这个钱到底要不要花，要不要买？这样。对，那小朋友他们自己都会分享回馈说，我就现在要在学校利用下课时间，我就会完成作业。那以前我们在这里到8点半，可能作业还没有办法完成，那他们现在非常迅速的就可以完成他作业。阿诺妇幼关怀协会拜1到拜5的课后辅导班。免费服务永康地区单亲以及弱势家庭的囡仔，为大付出，
得到不少民众支持捐赠。协会嘛真欢迎有爱心的人士做伙加入关怀弱势学生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1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